挨着都是流浪者，因为流浪，故所坚强；因为冇土地，故所到来位就是故乡。生命就像春蚕，要经过磨难，才能够绽放光芒。每摆嘅機會都要堅持，每一個機會都係希望。就算流血，也要忍耐，安慰他日終須長，甘苦來時愛共爽。蒙蒙天啊，风尘打滚心茫痛，命情重，藕断丝连繁华落，恩怨了，眼前凶相，眼成相诉，也是梦过，也是相过。天地间，共相梦。那不记得哈？小妹，唔惊老三夫做起来，今日老走的啦，唔是谁？我三夫不用了哈。阿用家位第一幾條阿用啊，我家喺當時上咗一件嘢送嘅，人哋呢成家或者靠夾掉呢。哎呦，拜種做唔定哦，看見山行嘅細妹，本幾兩隻唔上癮嘅強體啦，係嘛？嗯？你要偷離啦？嗯。啊，嚟來啦！捱來煮好啦，有事。阿爸，用沒有？看啦，少了西皮，暗醋。阿爸，你有敷衍？你還剛講，唔知人愛擺田梯呢？好，你定係下哈。媽，俺買咗毛，搶有兩條鳳鋪，做新陽嘅東頭趴。哎呦，你係來講愛冇？安尼就不能撐到呀！啊，嘅毛，安來唱，記得老鼠做毛員好冇？那
哎呦啊！阿凡，对你们开始，讲完就会爱林芳的母娘。我一生意就会很也不用。阿笨，你有没？你有没？啊？哎，金马你，我还去嘛菜哥。菜哥，林芳，哎，阿水哥，小师哥，哎，今晚样有闲哦？哦，我有事啊，我就去嘛菜哥。哦，对，来请。多谢。阿菜哥啊，也是，前面这事啦，唔知卖了这四体土的雕也无下门风咧。我在想啊，还有这样的山风，把电视都卖赢，挑战用了行癌啦。也有点吃了，哎，你先行。麻烦记得哈。好，亮啥？迄免亮啥？挑死了这四体的土的雕也无下门风来行癌啊！听说很亮啥啊？哎，你讲干嘛呀？无法度用形容词来吃的，该爸哦，是在讲啊。唔免亮啥，结婚卖人啊！等下你无？老几亮啥？你我属实呢？就前几日啊，我哋行水边啊，多都给亮啥，起飞只山风的西妹，还当佢亮啥？我哋怕夜挑死用做来行癌啊！哈？无，慢呢？林芳讲亮啥？迄条山风的西妹有样啊模样。菜啊，无非的啊，佢西妹就你妹啊，慢你我唔识见咯。我老范呢，要接伊脑筋弄佢下，唔是唔慢慢呢啊？系啦，迄个无非啦，该记吼，嘛该是唔对啊，该说个看到我都傻啦。亮啥较规矩的位哈？唔好惹事情哦。林芳，爱靠天下嘅事情，我跟亮啥无关系啦。你怎讲？也系山风的人对人表示好意，比到去感情，当老大都会土会松本事，无怀疑啦。系啊。按用讲啊，就迄爱唔变亮啥啦，是哩啦哦。俺冇问清楚就讲迄亮啥做诶，无按用好诶啦，你也土诶哦，就松本亮啥事啦。唔是啦，反正名个东西俺冇使啦。几亮啥我欠你啦啊！唔是搭家掉啦，哎，错嘅，土会当补哦，姜拿转去啊，不用补一下身体。好。
到底迄晚对眼的暗好，又唔本眼人啲啊？林芳，哈？你在想乜嘅啊？哦，我在想那水安尼引落，行水引来引运，你们用色啦哈？阿文，唔用的啊？阿文，哈？冇啦。唔用去上盘哦哈？张医师都是唔爽快，进来跟上盘，呀哈连饭就食唔落，连进来跟鱼，面色乜进来更难看呢？讲咩？3万来看一下。用的啊？应该是胃肠唔好。迄每日见你落去山行水闻，你也得有意识到啊。那唔是要做唔得啦。来，也是街头山，分公万是建议就会好。好，也建议咧，尽量莫杀山行水，省雨水来说啊，清好是一家大将。大将啊？是啊，潜水较强，拄到落雨咪唔是强啊。不过大将怕无人改呢。你看大将拍好，佢水温吼，睇见啥事都係唔怕。但生意嘅事都就唔好。系啊，生意吼。生意呢？阿伯。啊？你看大将拍好，佢水温吼，睇见啥事都係唔怕。但生意嘅事都就唔好。系啊，生意吼。生意呢？阿伯。啊？系啊？啊？我要做阿爸的啊？哎呀，我要做阿爸呀！哈，我要做阿爸的咧！哎呀，哈哈，我要做阿爸的！也建议咧，尽量莫杀山行水，省雨水来说啊，清好是一家大将。输的老做的，无水伤唔得，你去听差不多有水。为了爱补养老生意呢，就算老体液都坚固，俺冇赢。就那当插电发，用用料理卖面，我都阿发条。我无讲个声的声的声的声。林芳啊。啊？歇一下啦。好啦。对照心跳也都按不住，吃饱也要莫歇一下。好的啦，条件张也。无假嘢做唔得，係講啊，要落水繼續快咧。落水就落水啊，驚乜嘅啊？細我嘅講出來，還忙得死呢。係啲，不過啊，養人真好呢，係講要啉到鹹水，要薄片嘅，安樣個實啦。養杜康還有1-3年呢，喏，老記，全就係捱命咧。东海望山，拂秋天老怪日。
我水涨不透。丢那当插电话，用用掉你卖你，我把发条。阿爸，用叫的哈，迄美人哪有用的啊？啊？躲车吗？有冇？嗯？唔同声音，我係愛嘅喵。愛是情。你較注意些來些妹啊？全就好啊，親愛，講萬強嘅聲音呢，不管係誰來也誰妹，我全就好。問些時間冇嘅用嘅啊？我啊，我些時間當乖哦，我把從嘅帶我去嘉義嘅街巷買燈呢，台灣嘅兩隻事啊。就喺啲街巷睇到嘅，不過一想到以前嘅事情，我就想到我爸我妹，還有我哋條走馬去到台灣，我啷講過冇？唔講過，但冇傳過。今年嘉義這片都到天旱，冇水。種馬就種唔得，睇講嘢過到十分的苦。不過，其實聽講，台灣幾年就水果好食，無誒一年做得樹上200，豬誒又大又皮，連個河巴地都凊彩呢一撈就撈到金嘅呢。台灣哦，就像幾天來慢慢的保養誒，台灣的兩隻事，對我哋啲冇錢嘅人來講，就係希望。我爸一天後幾屋下做啲買東西，全部買停，等我哋到嚟台灣，買一啲，啲開行，差不多太。算係變態，是得多多嘅。我猜哦，佢講嘢冇事情，本來想一天我要買個幸福，冇想到冇去叫。還沒變死，等等，爸，啉水真是，我開始在想，一定來台灣，係錯，又錯。山鬼唔得，我有冇錢？我搶老子咁買盆入爸，係本來想，為了一生人，就得念佛做長工，買地，係你問到你啊？我唔單將有。還有，你聲音也係，我希望要走出來。我長啲，
原来喺到台湾像个宝，就係阿凡，相信係向林房，你係一生嘅，一定會做上做事，喺台灣創出一番大事業。我係可以幫阿爸咪啲，我呢到到台灣係錯嘅，買本記條看唔起眼嘅啲，講乜？我聽唔聰嘅，啊！林峰，好嘅啦，聽下來。來。什麼？用幾書本啊？幹嘛？離開故鄉係無法度轉嘅，係咪離開不卡，會談定一生意，你無法度轉去。但係人哋用啥腔下，人哋喺度咧，我老唔叫改道嘅死命。因為最人哋都叫佢素材，也最人哋按生裡面嘅素材。恩人茫茫本，一落雨嘅奈何，一啥代事咧？我唔錯。你啊，就係落腳嘅所在。你啊，就係安身立命嘅所在。你嘢到殘水嘅咧，阿曼，加落看哦。阿曼，加落看啊！呀，夜到嘅啊！正要，夜到嘅，你看，真是夜到嘅呢。哎，有水好食的啦，等下，你拿水哦。都玩塊皮啊！係啊，有咩人用哦？唔怕啦，咪自家去種嗬。用咩人用咯？你係天朝嘅下屬，天朝嘅下屬啦！林峰，唔好急啦，一水老奶老頂，天朝嘅學咗呀，過一陣嘅吼，佢就會請你啦。唔咩安尼啦，你想看啊？一水流到奶，應當係黃色嘅啊！唔看，一水一樣糊糊，又黏黏夾夾，皮落又暗粗。唔咩，你天朝唔咩水啦？
等一下，慢慢来。因为也都有出又不会水呢。要当人讲啊，也讲的时就要先看风水。人哋冇请风水师傅，又冇先见一下，会唔会烦到冇嘅啊？唔会ดี啊！一山方嘅风水，人又唔ดี，唔讲系上心哦，人又冇做乜嘅亏心事，就算烦到乜嘅，嘛冇用嘅啊！吓，你看天空嘢吼，话喺攞去屯转去啦，是唔是咧蔬菜叶？屯转去哦，冇按改张嘢多呢，你用会按下水啦，啲污水算来乜嘅东西。冇安尼啦，听讲伊吼，准备啲个乜个拜拜嘅东西，安尼摆一下山方嘅好兄弟，天天爱问一下同事，去了山方较久，应当对了古古怪怪，怕会滴啦，哈。见到见出嘅呢。俺林峰带领俺朋友讲完，都入去落户。不过人家就迄神也迄贵，迄有烦到嘛个啊？枪莫见怪，俺用啥？枪上去求伊还有枪裂水了，是听听，无其他意思。总兵，你做嘛个啊？总兵，你做嘛个啊？唔使惊，俺袂对你点用的。哦，用不样用啊？你要污水用错来炒火？来啊，很多破水，反而很给踢油。一系列火，抢掉的时间是这个错。难怪俺因知道去下水，原来你还没水，还做来炒火的油啊？还有搁较邪的，了当时用水无好，变到越拍越太，款。这个，这个，好。大摆体统了后，记做不出来。有一摆山方的辅助案，你使不出来，按补头要拄了考虑讲的。一烧，规日规夜的，地图讲的全是死呛呛的，了东西清不紧，好歹看到，两啥三开烟掉的，好在家下没有看到。王亮嫂做怕蒙面的，不过没有人唔强的，记做修炼。金单枪唔强，还要拿转去做电影。按神奇哦，喊做去做电影啊？有嘛要神奇的？按人讲，乃着亲后浮水。你讲想要对山东好好讲日的，最老去屯转去的，我该修炼做无好。俺用啥？枪上的球伊还有枪里的水了，是听听啊？枪里的水，
天官俺人天数啊？哎，休叫！怎么会人会了到天数啊？林妹，林夫人叫林妹，两个土的老家好什么？这条同学很重要。是个要到了。原來係為到李妹啊！唔可以啦，我要強啦。唔是強啦，看，但一時的無水天天，唔會出太波的啦。啊，你強的話，兩個好波啦，啊！你看，还没事情啊？啊？奇怪，你湖水安老香，你用我梦人地，才会讲起啊？林峰，你堂休过的话，听个就是老湖水酱囤转去好冇？怎么会囤转去？亲手做人哪来点火啊？林峰。人哋根本去查一些就本否消息呢，不是迄唔记得东西啦。你躺来讲发毛啊？哎呀，你咪为小事嘿？看，你咪看定佢，用定佢，又发生乜嘅不记得事情呢？因为太常讲法。是，我哋咪唔知，既然做你做乜嘅，我係相信，一定係有其他無強嘅用途，請我哋咪唔知聽聽。係講過。我喺台台灣免做一萬太師爺，我冇哋啦細細做落地都改成嘅，我哋那無水一定做嚟天數愛，阿爸，相信愛啊！你講你不記得無水，絕對唔係普通嘅東西，哈！阿爸，阿爸，你在叫啊？是你啦，我家唔係調試對男太上嘅，唔會欠啊，好冇？阿爸，你係咁放點係咩？係本冇小事嘅，我完全唔過我愛感受，我弟弟相對認清楚了。哎，無老將甜在去，嗰條山後嘅影片呢？對眼呢，讓人要走的，要走的咯。我要喊咩聲音呢？我係永遠沒有聲音呢。尋到一個做得很順利妙嘅素材冇咁簡單，你總得好好講下去啊！好，我等下冇機會好冇？冇機會啊！我等下聽人講嘅，排住留意聽在意，好冇？睡啦，睡下啦，好啦，啊，有機會，是你，你眼唔錯，唔驚一嘛嘅啊？冇。韓國冇？李峰，睇手。小叫呢？小叫，來嘅，錯啊。阿叔，你喺半日掉。倒車。錯啦，林峰啊。而家你妹啊，要看過嘅係。哦，看過。記住你妹哦，又有同林峰講過啦。冇看過安長嘅上好嘅細妹哦。遐個可能零了久，那類數，白等到數不來嘛。好，白等到把來屋裡呢，跟你拎呢。你妹講哦，阿叔沒講啊。倒車啦，冇開數不來，
无论岁数不知好是岁末，艺术家也摆把来那是过来，伊也得面，日因不来热闹数。今日每个阿哥人讲是谁啊？哦，唔会啦，阿哥吼，行业唔会讲嘅嘛个，木干有啥，阿用叫爱注意啦吼。唔会啊，我好欢迎，係我嘅朋友。一個不能那是古叻，能嘅的。啊？錯啦，我同專業。我好歡迎，係我嘅朋友。一個不能那是古叻，能嘅的。啊？錯啦，我同專業。係啦，哪能分數啊？我。好了，幾點了？下班了未哦？我大概約下嘢。林峰，林峰哎，你要上班哦？冇啦，好在有那條天數，冇嗌生意，唔記得囤到那時。客氣慢哦，人哋朋友哎，錯冇？喂，一歲這樣哎，走啊！林峰，我來看，結束的模式一下去，不就睡覺了？好，不帶。哦，下。下啦。人哋真是有水好用的呢。系啊，你阿總算係產水，唔係冇水啊，嗬。老师。老师没有耶。哎，水果奶。奶啊，炒噶。咁唔會，有呀，阿娘。嗯。好。冇啊，你乜嘅啊？來啦，啊，大人嘅酒以後食。我唔會酒咧。有人講，你係朋友嘅酒哦，唔好食了酒，就唔好愛了朋友啊。朋友。朋友。朋友。马修，哪來了一束，也不錯。真叫冇食酒啊？冇。哦，阿乖咯哈。喝什麼？冇。喝了一瓶。哦，唔是。
阿段叔拢系救起来以后，阿万又对木下走出来，佢哦，就让俺梁山带落嚟啊！安尼同意落去，太守阴阳长，比着贪走，嘛该做毛咧，无简单。不过，件事情唔系有同阿段叔讲咧。喏，本代就系好人，做嘛按老好人哦。嘛该好人。做乜你讲係好人？人哋講吼，好人一塊，搶挨掉個土地，偏挨掉個西毛，老散佬嘛該掉個鼻個，全出死槍槍嘛該好人啊！驚咩個好人？你個好人。人哈，像有好人老坏人两种，应当无分卖善好人老好人哈。你讲的没错哈，讲起嘛好人坏人，唔了解好人，係阿哥嘅朋友。人呢？啊，人呢？乜解啊？錯，人呢做嘅朋友啦。哦，人呢？來。哦。雖然哈。因為我係好人啊，不過阿番家爸本樣想，佢哦，一天要因為我沒反應。家爸又冇說死你，家爸說死你哦，就唔會按你想嘅，錯冇？係哦，頭家說死我，一天要啲我係好人，錯。小姐，我同阿團叔講，小同事啊。我拖一隻大樣嘅細阿毛嘅呢，呢，拖嘛？忙啦，等個人講哦，我聽錯哦，要拖林妹，做我伴娘嘅。林妹？錯啊！哦，原來中意係林妹，難怪唔要送東西來幫人家條食。哎，因為。哪時要拖佢啊？等下場面了後，我就會整件個大宴，當時我就做拖佢。佢去場面啊？冇可能改啦，為了技術不准我場面呢，佢就講啦，等下過程了後，我嘅本人嘅主講呢，會認唔出來。仲是安尼，人係肉體嘅，當然，安尼看係漢人，你曉得起來嘅。哎，阿范，还有两个相似的事情，有人讲的很严重啊。當然買嘢喎，阿哥啊，佢都同時話做阿勇啊，佢講呢一擺啊，咁啲相似啊，鬧到佢睇唔掂啊。有樣。啊，幹部派過去邊啊，係唔拉中呢，很多同時啊，啲阿勇啊過去啊。去較多咩冇較賺啊？對啊。當到入邊吃的啊，還跳到路順啊，冇人笑哦。有樣。娘誒，通知所搶一條大嘴骨嘅麼？去啦，該做嘛嘅就去做啊！阿水爺，我俾同事叔叔啊。哦。阿水，我去哪邊啊？我在喺哪裡數東西啊？通知所搶一條來，唔係談佢自費呢。平常時節，人家就尊重佢，嚴威佢，人家睇。佢有啲愛數，
毛片嘛，佮事情谈伊啦。国王啊，你安尼讲歹哦。我又讲唔错诶。国王诶，我喊到了，唔就按呢。我还冇到了，唔对我变乜解哦。嘿，刘同事啊，我没整推你啦。莫人见啊，歹勢吼，我有事情來無閒吼。係啊，我哋死無閒啊。阿水爺，做哪些啊？好。劉同事，唔免看到有幾隻後生嘅，見來見無規矩嘅。唔係呢夾夾啊，請一個有才調嘅藝術嚟主持啦。愛簽一個有經驗嘅人啊，當然。聽講上一屆嘅本人咁多，冇人跟來呢。唔過一啲後生嘅，見來見唔參賽，做慢會出事情。到時節有個責任，慢人來開啊。劉同事。輕鬆已經在飛，此別叫